我觉得我最近好胖哦。有我看得出来，很明显我最近心情真的很差，所以跟我没有什么关系。所以你要自己消化啊，那是你的课题。你皮肤真的很好哪像我皮肤好干哦。你怎么办到的这我没有办法教你，因为这我妈生的。我觉得我好像老了不是好像真的很老。不是老没有问题，你要对自己有自信。很多人喜欢年纪大。对啊，大叔，我最近真的要开始减肥。哦，你真的要减，你要么就真的均匀健康肉肉的，不然就真的就瘦瘦的健康啊！你现在整个卡中间，我是觉得你要放弃。觉得我怎么样？就烂。我最近蛮想剪头发的。那你有研究过植发吗？就取后面放前面，长大。我最近真的穷到哭。没有，你这辈子都会很穷。我们会陪你。